20个家将到手举行个忘了要上身，这样出提醒，但是要靠回到于师傅，理性11天啦，这个忘了要非常相信得着。其实我晓得个，你到手举神理性，哪怕地上飞起来，这到底比我的也幸福着。这个忘了要有不了顺利啊！那说哪好？那人啊，自家讲3路为忙事等的死看，隔壁么顶帮对个，请家里多难行得着。你多么来行啊？我忘了要苦哦！哎，叫命里苦来即是苦，虽然望见谁必痛，那个往事呀！哎，八位家事啊，弄得个不对讨白，30线都找个老狗屎。现在黄一刚吃狗啊，说你不人道，都比吃不饱啊。等到天一亮，西风一起啊，定就要冻杀了高火帮里。各种一家黑哪里那行狗冰冰黑色来霜林为什么顽皮不理性，我这口名深我离别家乡一手是罪，谁手罪？开始的当日与民生，王八为谁是的心机分。去东欧，大西不归位，几多家女儿嘛成身，害得我倾家荡产真也否身。大时间一日谁才是那个问，应该是西东儿他是良心，举切家的来养东神。上次下去飞了中，我离内思绪心不深，这个或者思绪真义气啊！搞了套子了养哪里呀？这个人你要把哪里偷杀他离你几成？那他总归不服了，趁思绪逃避不认就罢。对我有良一丝名为人，让哪里洗开子吧？我就是洗吧。后期边浪向有根来茶就拿过来，该
阵刚好把两浪一抽么打好个结，拿2块猪头一地么往西打到猪头上，2只手啪神球上抓牢，搿来说啥？有名堂吧？这家渔夫之人，神佛是。里面夫妇之人，拉佛是个条神，我对这盘套到神处里，抓猪头贴他们身体都适当的当出去，当出去么呢？有名堂，啥个名堂呢？善意，吃得靠中靠我。他今日反为个神神浪大个人叫神上神，你们当桥吊上去啊！哎，司机在走在，哎，台湾大直播日本台上，还是为走去带你东家去刚刚实施南马的哎，这个火是司机走来的。这样人的干活吧，眼睛黑上，东哥，人的组长。咦，那今朝为人俺不？平常辰光我走来人家一黑了，哎呦，可是你的东哥开心实在，俺是死心的组长，来，好上理想来，好上理想来。那今朝不为人家，过来了，啪，破门里一脸，人大胆理想，一口啊！一个人挡得溜溜，挡得溜溜。哎呀，东哥，你那上天平西路，东哥你不能死个呀，人都来救你呀！哈嗓子呀，超过来去个2只水盲针，往西个脚旁上喊个一把，东哥死不得个喊。这是上天去拉夹子，那么往西也一夹起个了，为何？刚才我已经交代清爽，这根是来超人。后来我的潘一拉嘛，我打头他，挨打分吃上分量。人头10刀不对，哎呀，东哥，啥人去俺家伙来干？东哥，人都死死呀！死死呀！啥人要你也好啊？东哥，你哪想得出人死了哇？你让俺家死得子拉到来飘来去哪里呀？就是不就该当后代，你东哥啥了也没事呀？这种日子害俺家那行狗啊！我分你那行总归要想办法往下去嘛，对想啥个办法呢？东哥，我太子总归养难也的，你别死别的，哪别死？怎么来真正掏了几个等的呢？今天我太子2个东的，2个等的，哎，你想2个等的，只不2家的那行狗日子哦。不给你，我们再去谈，我们再去谈孩子哦。这种日子，东哥，不瞒你讲，东的太子2个，在别去讲的。今朝人都太东的太肥，会吃到一顿伤瓜。吃伤瓜，不能啥人当啊？东哥，你讲不讲不能听？你不能动气。那还会动气呢？你才是为俺家东家嘛？你别管人多。晓得的，你说好才是是啊。我讲着啊，你这样去太肥太子2个东的，老百姓高头的。哦，那故意家的。哎，老百姓高头的。那我一口嘛，开像一顿比个鱼吞了牛头子让它弄出来。什么呢？鱼吞牛头子啊？哎呀，是呀，老百姓的鱼吞牛头子是有名气的。我开了一包汤是吸得了放飞。哎呦，搿种讲俺家地当里向早上吃点心来问。东家哎呀，回锅里向去买碗虾仁米吃，俺家不要吃的，俺家定相信收这个鱼吞肉头子。就是呀，我看见了，我想到你东家欢喜吃嘛，我想买一个煮来不难吃。那么一门么高的一3个东的一个的嘞。你这套了2个等吹2个么不能嘛？哎呀，那么我一口嘛，给你2个好进了做生意。给你的老板老爹都了收账，都3分之一哦。地带上分之一，分款哦。那么你那哈？那么东光我妹妹就要过去嘛，城里到四面佛旁边嘛，我就去给他收。往正等比里向，杀，
思想，你按打招呼啊？打起招呼你都不肯问我。哎呀，这个是推呀，不能推个事情呀！真一个人的志气不能整脱噶。你这个一推是推俺家个把子噶。我把现在不能推东高，所以打来招呼你别光好让我回来回去回来呀。我打不准啊，我做不在。谁比哪不可以的？我们加他一副，按加他计划，按加他计划。东高，哎。头子嘛三子的，人到我咋睡嘛刀子的，喂啦，到了，老早，老早的啦，哎呀，是下手的拿出来了，大家三张，大家三张，哎，我分高我了，你倒是要吃菜，你拿出来了，臭八菜，哪个臭八？我刚正放到里向袋里面，不被人家看见的，老板看见，好几看见，大分，啥人看见呢？以前路浪向过不来个天对马来，不个吧，有看见的。看见没那？要是老板不好在，三个胡子推你这个头子啊！哎呀，多少个鸡呢？那么老板驶过来嘛，我蹭两斤耳光。我晓得这个头子不来啥子吧？把你拿得起我，要紧拿出来忙就治不了。是像你吃包子一样的，你是吃包子一样的。吃饱了，都你老板来这个车高，去2个字的忙着我给让。咋一针？我这么大，我一个我心毛高了。谁出来啊？哎，灯光。哎呀，那么那哈你？上次我去见你光复叔叔对你把那外阳关在看，他们老工人看我是在看，那么太太认识了，背后在翻开着，三个胡子专业我就知了，你懂了，别么唔熟悉就翻开着，他们总是放人多，一路围住了我，想越想越好。哎。听见背里老王喊哟，喊啥么了？哎呀，莫来我！哎，谁是这个骂老婆的？谁是个有功？那么你哪里？那么我想，不是你喊出门，我今朝肚子挪不来，来咋吃着玩？我要了边了，哪里过去？哪里过去？很指引我们，我们那叫有点跟上去，一口嘛，还有这个袋里香啊！哦哟，也是臭，也是都把老婆来这个啥？哦，他们老婆，装是装的嘞。那我趁边上没人看见嘛，那前面家过去，我去给他水，往这里想，杀！是想那也是推诿，东哥，推不推？叫啥？这个人都报谁？要报谁了？我要报谁吧？那么拉一步嘛，他掏了不来这个洞，东哥，来看。哎呀，当然东哥那都比俺好。哪分工呢？不要紧，到兵我们吃老婆。那2头呢，1头到底1头3头了，东哥，今朝过一个，明朝得来去他个同地，等来忙就都知道。个到我来吃3个，我吃冰一冰啊！是呀，得来宽不眼里的，都比我出尽老婆啊！老婆是小食的呀，也吃也我，也吃我，你倒不买了包皮小来小的。小食饭这个，哎呀，不知道不来想的。人都爱了我给，让俺家洗脱子吧。东哥别洗，想个办法，东哥。你啥办法？我有东哥，我到想到噻。你看他手嘴么不来事，东哥，买回去，为一点房子，为一点地我。等你2个的为主妻子吧。要为回去俺家乡呀，不就的起码要50两银子啊，啥家伙来呀？去交完。算了，我就这样的。亲就打了。哎，俺家个亲就3个5的。哪了？俺家个阿舅啊，那高家的开地当家当300倍啊，市里的了房费的个。东哥，你俺家其中2周啊，拿俺家吊起来呀，当啊，勾出来呀，别俺家个兄弟来向市里的那哈。哎呀，都要么是市里的，一地市民的朋友，你们里叫么不来的？你要去问董娘娘叫的呀？那俺家嫂嫂。哎，俺家嫂嫂是意外得了房费的个。是，没力去叫孩子。哎呀，当时嫂嫂来了地当里向楼浪向打不进鸡不上个呀。不难管。那东哥，你不能去的。他不能去。你不懂妈妈，你对你那个不都容易发炎。我来带你去。他3头高伙子啊，再去楼来还是独房子啊？这个哪来是你？是蛮大方的。我是让我去吧。你去嘛，是那还是比谁当班啊？眼睛我人生的是170呀，我活路要，城里都不跑门飞。累在里向，但累了，到董娘娘一讲嘛，讲上银子，我得回嘴啊哈。好的，
是需要什么一只机子的？最这样的办法，那么你对俺家起几多少少？不去啊！你妹妹叫你看几只大娘娘来说，俺家小说金光法令了，那个不对，他们要违反罪起，加个50两银子半费。50两啊！50两半费。我去这。妹妹叫，你假使跟7两多眼里，俺家个多少少我身上，这兄弟肯我100两银子出来。现在是是啊，你为俺家东家这些举下来，磕脱2个头，10脱2上海，我这些拿200两银子啊，讲。那东哥，那就是个电脑偷心不正的，只要到50两银子不是你们狗仔，好，我去找啊。那家是假了，这50两银子不是的呀。如果我是讲，奶先买个15把米的，弄个30块姜汁牛来吃吃。要30块的啦。上月份吃的呀。现在在。吃报答了一道动身。来，吃子姜汁牛，鱼子各种冻，那口去水果店里啊买个10斤鸭鱼里吃吃，还有稻香村弄个泥巴马苏汤来吃吃。我不去的。那哈，我不去的。啥的？东哥，我不要交的吧？那交得来50两银子嘛，这个地方不能吃光的嘛，来三娘。呀，一个人叫吃1日来办1日啊！开店当8万家事，俺家还是不吃的。现在一种啊，样在黑吃的，谁不够啊？现在在东哥那方面看吧。早点就来。医生嘛，俺家耳听好消息。东哥，你怎么去哦？你不能输的，晓得。要趁我不让老爷上点啊！不会的，家不大人子嘛，俺家一般啥么？你也是么等我出来，只得来一道事情。不去找啊！仔细打出个火棒，忙成胜利了。这死西东人真不简单哦！自告之人是俺穷法子，这样不努力，到了边上我要太子在眼里。现在一路浪过来。不久辰光已经带来一哭抵挡生意好是好的嘞，人一比金一比吃，稍微等了边浪向马军闺蜜了嘛，看面的看。抵挡你生意来的了，搿辰光抵挡侪是会帮会军人，搿2个小凤聚在浪向刚吃了浪口红色过家的。当心王，米家的三级当
你了，当心哇！东楼西去，司机当你了。司机一口，哎呦，这两个山峰够高点来不及，分至于自个，回头没个，当头人多，自个人步一步，一步，轻轻将走过来，让人背于马针，这么里嗖一雷，还有人看见那么人看，当头人看见个小伙子嗖了，比让这么溜进去，哎呀嗨不嗨，关你啥体？干活之中也没办法，抵挡。嘿，李先生来这个辰光是推得亲娘里去推下，不管你。司机等到进来只是开心哦，那不开心？哎呀，等到最大给他白龙里那么上心，为什么给他白龙来这个上别多事，不做外客？要唔说那个辰光，帮到任何人不爱，有一个人不能帮他个。上人没毒药，碰到这里没误到去，我这个没通通，提了药帮忙，别碰上你毒药。嘿嘿，那个你的不好走了，别碰上你，眼眼要挖到了让追过来。挖到对面的人叫汪人，但汪虽是东北水抓，跌跌清清，但是脾气两高的都两样。这个汪虽呢？当地人只用他的无所谓，要面子。这个阿东呢，还也该是300万高档嘛，真正是为富不仁，吝啬的少。当地人只爱找谁不相信个找谁，一地是命。该是上许多高档，自家身上想找得偷一万过一块，吃饭不吃的，上天吃饭要浪费三餐，一日3顿才吃足的。上午比你吃高，这样吃饭死菜。现在呢，刚才从账房间里追出来，预备到剧台里向去看看。下午非要出他动地，非要东当当的。哎，一个人等的日子啊，要做人家发家致富啊，是不容易的。我家个李老姑啊，好不容易给子8位家事啊，问叨叨，上县都找个当啊，现在给不对讨费啊！哎，自家还是不黑啊，弄到这样个地步啊！现在吃他饭让俺家到柜台里去看看，小凤不要抽他等的啊，太白发气个！哎呦，是一听个条声音嘛胡叫我，都让你有点让跟我来着，有那么细致，要回出去吧，回子出去再要进来5个人家子，那么哪里？怎么？都要各种个精致哎，身体往中地上上一步，什么了？阿东进口去杀了一脸黑，什么了？人好得啥个？王小凤当俺个心开心的啦，啥人啊？啥人啊？哎呀，那么不灵的，越子越大，两高的腿膀都垮死呀，那咱不办法子。啥人啊？都要起来啊！人多。来，起来。那啥人啊？人多苏西。哦，你往里想个，你老公身不比个事情。你来做啥？我来。啊，你来做啥？你来做啥？哎呀！高副茶，你到地当里你来推么子个啦？啊，不推哪不能离进来啊？你来做啥？你不说清爽，俺家黑地包送在那俺们里关起来，巴不得地当里就烧他么子啊？啊，你这边关系是？我来只哦，你老婆还拿来家等的，明白？哎，俺家唔被这个兄弟呀，兄弟唔被俺家个阿舅，但你两副来起，家要么人子你两我一两，等的2个我一个，是非这个没得呀，其他什么一做，伢娘米拉马口官城耍妖精啊！那么我可那去叫人子叫不成工程，我要送到我们里去赔来，我吃过师傅那个，看两去3万5不得里。东高浪等我等不出边上边谁得知啊？干嘛呢？想个办法脱身。哎，现在你让讲是非死他，马虎过在，你说要紧。对。哎呀，这是
那不是海底包？别把，您都来有是几个？大姐，我们来办丧。包丧？办丧。哎呀，出毛病的，出毛病的！熬了是洗太子，马可以归在你家，搞啥个丧？啊，没事。你个你呀，洗太子，这都洗太大，倒吃不惯。不明知害，我已经说出来。这对，说不对啊！是呀，俺家都要下的让人来调枪火，多少枪火？那报上面的民政艺人，那啥地方跪的让打消防牺牲者，俺家来报上的，啥天要累进来？不累进来哇！你都忙得不得了，做生意来不就不去打着，你懂我就是俺进来的。谁说生意忙来不去打扰里头？那么来这到白龙里看见俺家都要来，那啥天忙成地上一步？哪是一步呢？一块猪头嘛，等吃后风过去嘛，叭叭叭一摆一个跟斗。哦，块猪头一个跟斗。你看到还是哪？谁说猪头摆一个跟斗？那么那力气来看见都讲那啥天不是？那啥天要吞吞吐吐。对呀，不是我吞吞吐吐呀，我也想讲了呀。你们睡觉胯子的弄长长两斤一个，看得人高，哪讲得出去呢？你想伢子了？你睡，逗你睡啊，那靠的。那哈，俺讲睡这么胯子的，你们讲的妹子的凉脆脆。凉脆脆那哈，你干活这个你不还看的？不要逼到。哎呦，做人家，干活子做人家，根本那说那哈你。那还不觉我了还？哎呦，啥？一斤你光是2两，这你光1两。这个人子那个，要么拷贝2斤，啥要紧的？要么拷贝2斤。双人也可能。人子那个不可能哦。别考，别考。我们那自家不考，那自家放弃他个，等来2分来起啊。对不对？我们来办丧，你的兄弟们洗车噻，还是干你的弟兄来看那哈。是的。哎呀妈，快快的。将信将疑啊，真的洗开了。是哇。你那会那哈洗个？哪洗个？啊。亲戚这样问吃，我啥都给。亲戚这样问吃的，那么事情啊，那几号你家问吃啊？我亲戚这样问。那么反对的，那亲戚这样问吃，那还那份我啥个你？哎呀，也还是眼睛刚流动啊，刚子出来的我。勇哥，你不晓得个意大利个少了我问谁了？我们年纪轻呀，我们抵抗力还呀，你东家吃怪还个呢，都不吃嘛也不来的。你们谁这一步够到进我门子？哎呀，气死！啊，没讲，现在你俺地当里吃不消吧？吃不消。马口过来。马口过来的，那讲俺家老子是为的将信将疑啊！将信将疑俺家到路上，到俺家度娘娘去商量啊！你稍微等一下啊，俺家去商量。哎，你光不来看着了，都比闷我不了害了，你也上顿饭帮我吃。好，那么看老子啊，领导。临时去到食坊里想去吃饭啊，什么时候饭啊？谁做啊？这个适度的啊，米少的啊，让你吃饱。啊，干嘛私下？来，跟我来。来这。好。哥啊，这个上衣服可以。你吃做不来。哎呀，弄到这样个地步。都比我少吃饭。小凤先生有蔬菜，你都吃白米饭。这样有些菜。对呀。那有红烧肉，有青菜，吃子再讲，你个东方有些这个样子。饭嘛，他不如我清实质，总归帮忙。那。多少钱？这跨过2个月。我那开挂车这样吃不消，我那自家来吧，可哟，你自家吃，俺吃几盒，吃13碗半，为家凡事嘛要你一生。那不等阿头假使你相信我人子出来，这个马古人人子谁可以当伯父？非要对我说讲，那么要往谁家百姓，我为在身。